路加福音第21章，耶稣昂頭，看到一道有錢人將佢哋嘅獻金放落升天嘅奉獻上，佢也看到一個窮苦嘅寡婦放2隻細銅錢落去，然後佢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倆窮苦嘅寡婦所放落奉獻上嘅比其他嘅人較多，因為別人係奉獻佢哋用存嘅一部分，總係佢係在無濫用嘅當中，將全部嘅神法費獻出來。有啲人在談論升天係用千丈嘅石頭、老還人嘅禮物所裝飾嘅，耶穌就講：論到你哋倆下所看嘅倆條東西，你哋會到，幾時倆所採嘅每一塊石頭，全部會本人拆下來，無一塊石頭會貼在另外一塊嘅蛋糕。佢哋就問講：先生，呢個事幾時會發生呢？呢一切發生嘅時節會有乜個兆頭？耶穌講：你哋愛生意，唔好本人迷惑，因為有千多人為假冒我嘅名來講，我就是基督，又講時機近嚟，你哋唔好聽佢哋去，你哋聽到戰爭和普通嘅風聲嘅時節唔是講，呢條事天速會先發生，總係你唔係講萬日臨時會到嚟。接定耶穌又講：民族為了民族相持，國家為了國家戰爭，各所在會有大饑荒、饑荒、和不穩，天堂也會有突然間嘅奇事、和異象出現。總係在呢一切事情發生以前，你哋為本人作起耶穌迫害，人會將你哋送去會堂書審問，害你哋坐監牢，為到我嘅緣故。你哋為本人帶到君王和統治者嘅面前受審判，呢就是你哋做見證嘅機會。所以你哋嘅心愛堅定，唔是先想愛樣辦為自家辯護，因為我會賜你哋口才和智慧，使你哋嘅聽人無一個有法度可反對，也係偏頗，連你哋嘅友愛、兄弟姊妹、親戚朋友。也會出賣你哋中間有啲人還會本佢哋害死，為到我嘅名，大家會厭恨你哋，總係你哋嘅頭那毛連一條也唔會冇得去，你哋愛原來就會救到自家嘅生命。你哋看到耶路撒冷本天然嘅軍隊圍困嘅時，你哋就知其本人毀滅嘅時節到嚟，幾時迄在猶太地區嘅愛走去山洞避難，迄在上都嘅愛出來，迄在鄉下嘅唔好入城，因為呢係報應嘅日嚟，愛本聖經所有嘅話得到應驗。在這條日嚟，快台嘅婦人家老本昂愛失能嘅阿妹就慘嚟，大災難會臨到呢地方。上帝嘅怒氣會臨到倆人民嘅身上，佢哋會死在刀劍之下，也係本人作起道道嘅國家。耶路撒冷會本外邦人踐踏，直到外邦人嘅期限滿嚟。幾時日頭、日光、老神呢，隆重會出現奇怪嘅兆頭，天上嘅萬國全部會因為大海嘅浩聲、老波浪嘅翻騰，降到無格無實，太空嘅內統也會搖動，人類就降到會死。又因為等候所謂發生在世間嘅事紛紛提起，幾時佢哋會看到人子太有能力攞榮耀草原降臨，兩條事發生嘅時節，佢哋愛挺胸跳那卡起來，因為佢哋得救嘅時節近來近全嚟。耶穌又老佢哋講一個比喻，你哋看無花果樹，老其他各種嘅樹誒，佢哋一生出新葉，你哋看秋地熱天會到嚟，同樣你哋看到呢一切嘅現象，就愛啲上帝嘅國會實現嚟。
我实在老你哋讲，俩推人还望隆重高神以前，俩一切嘅事就会发生，天老地会无脱，总系我嘅话永远唔会无脱。你哋出家爱谨慎，你哋嘅心唔好本酒肉老神法嘅操心打乱脱去，强怕嘅日嚟忽然临到你哋，因为嘅日嚟会像命嘅一样。落在全世界所有嘅人身上，你都愛隨時堅想，常常祈禱，使你都有能力好度過這一切愛發生嘅事，又好企在人子嘅面前。日時頭，耶穌在升天告訴人，按不是基督出生，去橄欖山高呀，眾人打造出去升天，請耶穌，愛聽佢講道。